南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禮敬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者，禮敬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者，禮敬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者。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迦他ဧကจตาลีสัสตังนะนักกัจจริยานะจตานักปังกานานาสกาทันติลาสายิกาวาระโจจัลลังอุกุติกัปปทานังสุเทนติมักจังอวิตินนกังขังกาธาตวิจตาลีสัสตังอลังกโตจิปิสมังจเรยาสันโตตันโตนิยโตปรามาจารีสเปสุภูเดสุนิทายะตันตังสุบรามโนสุสามโนสปิคูStanza number 141. Neither going about naked, nor matted locks, nor filth, nor fasting, nor lying on the ground, nor smearing oneself with ashes and dust, nor sitting on the hills, can purify a mortal who has not overcome doubt. Stanza number 142. Even though he be well attired, yet if he is poised, calm, controlled, and established in the holy life, having set aside violence towards all beings, he truly is a holy man, a renunciate, a monk. 141. 以裸形結髮髻吐泥絕食僵卧地上陳舊屠身或蹲踞等修行方式，皆不能清淨還未破除疑惑的人。142. 他雖穿着華麗，若其內心平靜，能遠離煩惱，克制諸根情慾，成就道智，達至清淨與無害，那麼他是真正的婆羅門、沙門或比丘。141. 以裸形結髮髻吐泥絕食僵卧地上陳垢屠身或蹲踞等修行方式，皆不能清淨還未破除疑惑的人。142. 他雖穿着華麗，若其內心平靜，能遠離煩惱，克制諸根情慾，成就道智，達至清淨與無害，那麼他是真正的婆羅門、沙門或比丘。知即假騰攝諸寫即吧，即普魯語性扎淨騰，其尼尼差寫諸淨，騰那尼騰呂鐵為，出心作不如地那樣，其地鐵從馬處那，米鐵塔巴米居羅。知即假騰攝諸寫尼吧，那沙自被十諸能，其地定靜是瓦騰，多行參巴諸巴騰，sem真觀啦切瓦邦，鐵尼定巴參色地，崩瓦巴騰，嘅龍言。任何來此聚會的眾生，無論是住在地上或天空的，但願一切眾生都快樂，願他們細心聆聽我說。因此一切眾生請諦聽，應向眾人類散播慈愛，他們日夜來供養你們，故應精勤地保護他們。
無論在這世間或其他世間的任何財寶，或在天界的任何殊勝珠寶，都沒有和如來佛同等的。在佛陀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與願得安樂。寧靜的釋迦牟尼以徹悟滅盡離欲不死與殊勝，沒有任何東西能和法同等。在法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與願得安樂。至上佛所讚歎的清淨，被稱為無間隔的，找不到和此同等的東西。在法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與願得安樂。具得這讚歎的8種人，組成4雙，他們這些應供者是如來的弟子，布施給他們會帶來大果報。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與願得安樂。以穩固的心透徹地修行，在喬達摩佛的教法裏不再有貪欲，他們以正應正之法進入了不死，他們輕易地享受所證悟的寧靜。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與願得安樂。正如心智地裏的柱子不能被四風動搖，可說已經切見勝諦的善士也是如此。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與願得安樂。清楚地觀照由擁有深奧智慧者善巧教導之聖體的人，無論他們多麼放逸，也不會有第8次投生。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與願得安樂。對於證得之見者，有3法已被他斷除，即身見疑與如果他有的戒禁取見。他已完全解脫了4惡道，絕對不會做6種大惡。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與願得安樂。無論他透過身或口或意所做的任何惡業，他都不會伏藏他。所謂見道者，絕不會這麼做。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與願得安樂。佛陀所教導向涅槃帶來最高等利益的至上法，就像夏天第1個月的樹林盛開着花。在佛陀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與願得安樂。至上者之至上者給予至上者帶來至上者教導無比至上法。在佛陀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與願得安樂。舊的已滅，新的不再生起，他們的心不執着未來生。有的種子已滅，他們不再生起對生命的慾望。那些智者像燈滅那樣熄滅。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與願得安樂。任何來此聚會的眾生，無論是住在地上或天空的，禮敬人天尊敬的如來佛，願得安樂。任何來此聚會的眾生，無論是住在地上或天空的，禮敬人天尊敬的如來法，願得安樂。任何來此聚會的眾生，無論是住在地上或天空的，禮敬人天尊敬的如來真，願得安樂。